来关心国际消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占领以色列南边的加沙。当地时间初七，哈马斯讲因下5000粒火箭攻击以色列，目前知影有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以色列的总理是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空军开始出动战机轰炸加沙，那军方嘛下令动员后备军人作战反击。以色列当地时间初7透早，天才拄光无偌久，真侪火箭对南边的加沙、对以色列中部甲南部各城市飞过去。原本安静的社区，一时予真尖声的防空警报声惊精神。对中部的雷赫沃特到南部的斯德洛特、亚什基伦，拢伫火箭攻击范围内。正伫巡逻的以色列警察正协助惊吓民众，赶紧避伫建筑物的壁边。甲以往哈马斯发动的攻击无共的是，即摆毋但火箭数量大大增加，范围对以色列瓦郡加沙南部到瓦郡耶路撒冷的中部，拢传出遭到火箭攻击，而且有以色列民众翕到南部海边甲陆地边界有真侪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走入来。由以色列军队伫当地无派驻当兵驻守，所以这武装分子伫光天白日之下开小型卡车进入以色列社区。四界拢传出枪声甲爆炸声音，互民众感觉是真惊吓。也是伫个加沙边界地区，巴勒斯坦人所翕的画面显示，一台以色列战车互哈马斯发射武器拍到，前段驾驶座部分都火烧起来，车顶的以色列军人是毋知去倒位。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对着哈马斯联合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动的大规模突袭，国防部除了召开紧急会议，下令成员战备的顶级，嘛要动员后备军人。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